各位街坊新年快樂！如果你有紅藍卡 Medicare， 2026年係一個歷史性嘅時刻，政府第一次成功將10種最貴嘅藥物價錢降低咗。不過，每月嘅保費就有壞消息，今日同大家詳細講下。首先講好消息，由2026年1月1日開始，藥價談判正式生效。如果你有服用以下呢10種藥，你會發現價錢平咗好多，最高甚至平咗接近80%。Show list on screen， 例如你需要食嘅 Eliquis 薄血藥或者 Jardiance 糖尿藥，藥費負擔將會大大減輕。關於 Part D 藥物保險，舊年2025，政府將你嘅自付藥費上限設定喺$2000。大家要注意，來到2026年，呢個上限稍微提高咗，去到$2100。雖然依然係好好嘅保障，但記住今年你要俾多$100先會封頂。跟住係壞消息，你嘅 Part B 保費，睇醫生同門診加價了。2026年嘅標準月費係$202.90，比舊年$185貴咗。每年的自付額 deductible 亦加到$283。如果你發現今個月嘅社安金支票少咗錢，就係因為扣多咗呢筆保費。最後提大家，今年好多 Medicare Advantage 優勢計劃為咗慳錢，削減咗免費接送或者 OTC 卡嘅福利。大家記得 check 清楚自己個計劃㗎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訂閱。紐約與你，天氣凍，大家保重身體。